啊，这个空军汉光演习上重要的项目，就是战机离个战备道来起降，明仔载要来举办。为了要配合着机具进场，确保着安全，加当战备道4公里长的路段，早起就开始来管制，禁止进入。有不少的军事迷行伤晚去，会看袂到精彩的一幕，所以拢提前去护卫。附近的船长嘛，专家人放送，要大家注意改道的路段。军方的无人机要来演习，伫咱的战备跑道遮，所以呢，也要请咱的乡亲爱注意。接过来，村长讲的话爱听入去，千万莫介意，放袂记得。汉光演习重头戏战机起降，15号即将登场，到时也会封闭改道。附近村长担心人车拥塞，提前广播要大家小心注意。这边跑道看一下热闹而已。一早在屏东就陆续有机具进场，不少军事迷就怕太晚来看不到精彩一幕，提前场刊卡位。大哥从哪边过来拍摄啊？台中就刚好有机会，来这边做观摩。我常看8次。特地和朋友借了台工程货车，开到管制区外头的田地，铝梯相机大炮备好。天气如此炎热，当然少不了冰凉饮料。原本是讲说是50公尺管制线啦，那后来就是拉到150公尺才推到这里来。这次嘉东战备跑道将封闭4公里，从14号一早进行交通管制，预计封闭28小时。尽管军方对演习保密到家，但还是遭不息军事迷的热情，大家都相当期待，希望能一睹战机风采。华视新闻林婉谢、玉兴、钟梦汉屏东报道。